的先甲处长，先甲处长安尼当签到安尼可以看，哇！领任组长、各位先贤，大家晚安。或许很久没有站在讲台上跟大家来学习分享，然后这段日子或许在家里也是有自己在找一些课题，然后让自己学习，然后就是还是没有上台跟大家分享，所以目前还是头脑还是有一点混乱在整理当中。那所以或许刚好今天有带随身碟来，想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或许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5条佛规，然后功课做到5条，然后就跟大家学习看看，就是也是让自己，因为我们在学习嘛，就是要输入再输出嘛，这样输出就是要讲出去才会加深印象。如果只是一直找资料，没有学习这样上台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像都会很混乱。有。然后等一下，这个字体的方式。这边不给你们看，这是我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要学习15条佛规，为什么我们要学习15条佛规呢？佛规是上天所定下来的。为什么不见了？你站点，你那个先感恩词先念好。好，不好意思，为什么不见？因为这是我自己要看的。你会别来，你那个词得会别来，所以就得会别来。好了。你个会吧？那个一对话，一对话，一对教会够我了，我就干嘛好啊？哇，好大个！我被改了，我都可以轮换掉了。哦，你懂吗？哦，你就因为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或许没有想到说会上台跟大家分享，而这个随身也是我带在身上的。然后我准备的资料我是自己看的，我没有做发后语的给大家。好，那我们领任慈悲说要先讲，感谢天，忘记。感谢上天慈悲。可以请领任慈悲一下，告诉候选人讲，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讲。从往上天慈悲，此师同时，师尊师龙两位老大人的大恩大德，加上老前人的5大牺牲，家庇，还有前人本人师的栽培与鼓励，所以或许今天有这个荣幸来这个佛堂跟大家共结善缘。不过或许才疏学浅，对真理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好，浓缩一下感谢天恩师的祖师弘慈2位老大师尊师母的大德隆恩，我们的父亲的前人父亲的各位点燃师讲师的慈悲栽培，让后学今天有这个机会上台跟大家学习分享，那后学才疏学浅，可能表达的阿力阿藏进度多了。
唐朝了。你北大都大意啊，后学才疏学浅，如果等一下再分享，如果有词不达意，盼各位贤贤给后学指正，让后学多多学习和分享。那今天后学真的是突然来的，然后也没想到今天会上台分享，所以没有准备讲义，可是把这个讲义后学是做在随身碟里面，然后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分享。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15条佛规。15条佛规，我们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我们要落实15条佛规呢？其实佛规就是上天定下来的，要让我们白羊修士能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工作环境中，让我们修道有一个指南，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好，让我们的心有所依循。那我们就不至于偏离。而佛规呢，就是要让我们成佛、做圣贤的一个途径。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搭火车，我们要从台南到台北，对不对？那我们要搭火车，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轨道上，这个火车才能够安全到达台北？所以呢，佛规就是我们一个途径，一个要遵循的方向，它会让我们安全的到达这个台北。那佛规呢，其实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佛法一定有佛规啊。虽然说我们说学习这15条佛规，好像是在约束着我们。其实佛规也是在雕塑着我们哦，因为在《论语》孔子有说一句话。孔子有说：“君子博学远，约之于礼。”我们呢，在道场每位请前，我们来参班，来入班，我们就是为了要充实自己，让我们道学更提升，让我们心境能够升华，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在佛堂的学习，不内外我们要用礼节来约束我们的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修道的君子，我们一定要树立好一个好的人才的榜样。所以学习佛规，也就是在造就我们自己，我们在雕刻自己成为一尊佛。那我们恭敬自己，其实也是在庄严应该是我们恭敬别人，也是在庄严自己啊。而学习佛规，我们不要说只是在佛堂的约束自己，对于社会上而言，我们是学习这个佛规礼节，也是和人群关系建立这个和谐的和谐关系。那在我们个人修养的话，它是我们每个人，我们修道人本身的修身的之要，因为我们也要不断的要去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不断的去改变自己。那如果说我们人不学礼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个中心点有一个规范，
那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眼睛该看哪里，手该放哪里，好，那我们就没办法自立为人。那其实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到庙宇，就会看到神明，好，还是说我们对先佛、耶稣，我们是不是都会起了一种恭敬的心，想要崇拜他，然后也会很自然的拿香，就会跪下来去祈求他，好，然后去祈求他保佑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当我们对这些很就是高高在上这种力量起一种恭敬的心，我们其实是很渺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求诸己然后让自己来学神仙仙佛做这些仙佛圣贤的行仪所以说。我们落实佛规就是要我们落实佛规就是要成佛做圣贤。那第一条就是尊敬先佛。